歡迎收睇 MyTake。今日係2026年4月17日，星期五。霍爾木茲海峽今晚已重新開放，但圍繞伊朗嘅對峙遠未結束。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·阿拉格奇今日宣布，繼以色列軍隊同伊朗支持嘅黎巴嫩真主黨達成停火協議後，海峽已向所有商業船隻開放。但特朗普總統態度強硬，美國對伊朗嘅海上封鎖繼續維持。特朗普總統今日在 Truth Social 以傳大啟發文，我引述：霍爾木茲海峽已完全開放，可以正常通行，但針對伊朗嘅海上封鎖將繼續全面執行，直至我哋同伊朗嘅交易100%完成為止。外交方面，核談判依然陷入僵局。上週末嘅會談中，美方提出要求伊朗暫停所有核活動20年，德黑蘭回應只肯接受3至5年。今日極大轉變。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今日表示，伊朗從未尋求，亦唔打算發展核武，並強調伊朗喺捍衛領土完整嘅同時追求和平。市場對消息反應激烈，油價今日急挫逾11%。布蘭特原油每桶跌逾11美元，報88.27美元。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跌12%，報83.29美元。分析師指，投資者對中東局勢趨向緩和越來越樂觀。西方盟友之間嘅裂痕繼續加速。特朗普總統一直呼籲北約夥伴協助執行封鎖。英國同法國則認為加入封鎖等同參戰。特朗普總統並公開批評拒絕參與嘅國家。今日，法國同英國主持咗一個約40個國家參與嘅會議，向華盛頓發出信號，指主要盟友準備好喺條件許可時協助恢復海峽嘅航行自由。美國同伊朗均未有參與今次會談，但外交官承認任何實際行動最終都需要兩國配合。華盛頓將獲通報會議結果。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·默茨週四表示，柏林原則上準備好喺敵對行動結束後協助確保過境航線安全，最好係喺聯合國授權下進行，並希望美國參與其中。中國獲邀出席會議，但北京會否參加，目前仍不明朗。容我今日直接講，過去幾個星期，美國嘅歐洲盟友一直袖手旁觀，佢哋眼睜睜睇住美國獨力執行海上封鎖，同時聲稱呢場仗唔關佢哋事。而家海峽開放咗，難關捱過咗，同一班盟友卻呼籲華盛頓領導戰後任務。我想問下，當初最需要你哋嘅時候，呢份積極去咗邊？我明白政治現實，冇一個歐洲政府願意被視為共同交戰國，但謹慎同方便之間係有分別嘅。而我哋從部分最親密夥伴身上所見到嘅，更似係後者。特朗普總統完全有理由質問，當盟友可以揀擇危機，選擇性現身，北約成員資格究竟代表乜嘢？呢唔係孤立主義嘅論調，係一個公道嘅問題。如果呢個聯盟喺未來幾年仍然要有意義，各成員國就必須坦誠面對自己願意做乜，以及幾時願意做。海峽今日開放咗，但更深層嘅問題，關於信任、責任分擔，以及西方究竟代表乜嘢，呢啲問題才剛剛開始。歡迎喺下方留言，分享你對今日故事嘅睇法。我係 Laura， 呢度係 MyTake， 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記得鎖定我哋嘅節目，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，為大家帶嚟新節目 MyTake， 嚟同我哋一齊探討實時最新最熱門嘅話題。仲有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，同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，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。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，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準備多元化節目內容。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，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。